你一齊品味時事，陶醉於奇幻嘅影畫世界。K 記冰室，貫通東西南北，拆解世界格局。主持人阿 K。Hello， 各位 AM 1430嘅聽眾，大家好，又係阿 K 啦，嚟到今個星期六吓，咁呢星期六就呢個5點到6點呢，一向阿 K 呢都係講一啲關於啲電影啊、電視啊嗰啲嘅。咁啊，上個星期呢就講呢個 Epstein 啊。呢個叫愛潑斯坦啊，中文譯名嘅案件啦，咁啊講咗幾個 point，咁我咧就話仲有嘢講嘅，咁其實仲有啲咩講呢？咁就當然係即係除咗佢而家裏面爆咗啲咩嘅資料之外，爆咗啲咩嘅出名嘅人物啦，即係上一集講過啦，最主要就其實對英國嗰邊嘅影響好似大好多，因為即係佢發現咗一啲名流啊，即係基本上一個 Epstein 咧，基本佢除咗係有錢之外咧，佢係結識呢啲名流嚇，亦都通過佢嗰個女朋友喺呢個英國嘅關係咧，就進入咗呢邊即係英國嗰邊嘅皇室。咁所以我覺得成個呢個愛潑斯坦嘅案呢，雖然當時民主黨咧話要將佢即係全部公開咧，諗住咧係喺裏面可以揾到好多 Donald Trump 嘅一啲黑材料，咁啊從而可以攻擊佢。咁但係結果竟然咧就最後落咗咧係去英國皇室嗰邊，或者係英國嗰邊嘅一啲政要人物嚇，而家都好多仲喺度嘈。咁當然啦，即係呢個 Epstein 咧，即係我上個禮拜開始講咧，其實都有少少呢啲叫不成大器，因為而家大家我相信大家聽眾而家所關心嘅，日日關心嘅，可能即係如果我買股票嘅，日日就睇住個市啦，睇下今日升定咩啦嚇，油價啦，咁啊主要都係因為受到一個伊朗戰爭嘅影響啦。咁又或者大家如果好中意睇體育運動嘅，咁而家可能即係世界盃又嚟緊，跟住奧運之前嗰幾個禮拜又話開始賣緊飛，大家都可能去搶緊飛，或者大家都投訴緊即係個價錢有幾貴。咁啊，如果近呢個禮拜嘅，咁仍然我自己都係日日都仲喺度睇住呢個即係伊朗戰爭啦嚇，即係究竟幾時停？咁啊，一時又話停，一時又話停火啦，一時又話達成協議，一時又話未得，一時又話再延長多2日。咁總之咧，日日睇個股票市場咧，就其實都反映到咩嘅。但係睇嚟就其實真係唔係影響好大嚇，因為睇嚟股票市場都係升得嘭嘭聲咁升。咁啊，關於香港咧，咁當然就係宏福苑啦，終於啲居民終於可以第一次翻到去睇翻自己嘅現場。我都估唔到原來係即係大火咗咁多個月之後，原來佢哋先係第一次批准咁樣分批咁樣上屋，而且上屋只係得3個鐘頭俾佢哋。咁睇翻好多嘅片段啦嚇，有啲都影咗出嚟嘅。咁即係雖然香港政府即係嚴例地話啲居民係唔可以接受記者採訪啦，其實你即係根本佢冇咁嘅權利去阻止香港居民接受記者採訪啦嚇。咁總之最後都留咗好多片出嚟，咁好多住客都係好傷心嘅，因為有啲真係喺嗰度住咗30幾40年，由個屋苑落成一路住到今日嚇，咁啊所有嘢都喺晒裏面，所有回憶都喺晒裏面。咁啊，另外一個新聞啊，當然就係應該可能好多都聽眾喺度問，點解 K 今年從來唔講咧？係啊，我就真係從來冇講過個香港電影金像獎，咁亦都真係唔係好關心呢個電影金像獎。點解呢？就個原因就係因為 DQ 咗嗰幾部電影啦。我覺得即係，但係大家好似完全當冇件事發生，繼續去做呢個香港電影啦，即係繼續講呢個嘅叫咩啊？電影金像獎，我自己就對於佢 DQ 嗰幾部電影呢，就第一不解啦嚇，第二就當然係即係心灰意冷嚇，咁所以就真係冇乜講。不過但係我可能就喺第2節裏面都講下啦嚇，即係究竟嗰個得獎嗰個部分，究竟我自己係點？但係雖然我自己係冇睇過，即係冇睇晒電影，尤其係佢攞大獎嗰部，即係攞咗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啊，應該同埋最佳劇本嘅《再見 UFO》咧，阿 K 都係未睇嘅。不過一陣翻嚟先再講。我意思係第2節嚇，咁我繼續喺度都係講翻我上個星期咧講 Epstein 嘅時候咧，究竟我仲有啲咩嘢想講咧嚇？嗱，除咗我就話即係佢有啲名啊，爆咗啲議員啊，爆咗安德魯王子，而家唔係王子啦嚇，一啲嘅嘢啦，咁呢啲都好八卦嘅嘢啦。咁但係裡面我覺得仲有一個同阿 K 有啲即係有啲興趣嘅就係，其實佢裡面揭露咗好多咧 Epstein 咧其實佢完全係一個冇乜背景嘅人嚟嘅，佢從來都話，但係佢其實係通過一種慈善，所謂嘅捐錢啊，進入呢個名流社會。咁佢捐錢捐俾啲咩呢？嚇，即係捐給誰啊？
大家都應該曾經聽過啦，就係捐俾哈佛啦，譬如呢個大學裏面嚇，就所以其實佢係通過呢啲咁嘅慈善嘅叫即係德行啦嚇，從而去洗白啊。咁而當然亦都係因為佢咁有錢咧，佢亦都得到一班嘅名流啦背書，即係話喺後邊撐佢。雖然佢90年代嘅時候其實已經拉過佢，其實都知道佢係有依啲嘢㗎啦，即係話不斷地有同可能未成年嘅少女啦，或者係同好多嘅少女發生依個嘅性行為，其實一直都知啊，大家都知個圈裏面嚇，亦都知道佢開佢嗰個島裏面成日開埋晒啲 party， 有無限嘅女仔供應啦，咁所以當然好多男人嘅世界都係想去蒲佢，咁所以佢即係表面上係一直洗白，所以佢個人形象咧喺90年代被拉咗之後咧，其實基本上佢冇任何影響啊。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喺佢嗰啲郵件裏面咧揭露咗 Epstein 咧，其實佢係同呢個哈佛大學嘅無論係上面嘅行政以至到低級下邊都好啦，係有相當緊密嘅聯繫嘅。佢亦都而家亦都披露咗咧，佢喺曾經喺2010年啦到2011年咧，哈佛其實亦都主動向佢攞錢啊！咁其實即係話係2008年，其實佢當時已經認咗罪噶咯喎，即係已經係有一個污點喺佢個人身上，但係哈佛都繼續係同佢係背書，即係繼續係向佢或者係同佢一齊去做呢個政治籌款咯。咁所以呢個其實真係一個叫咩啊？即係成個腐敗圈子裏面繼續係一圍內人咯，因為佢哋係圍內人圍內，即係大家係通過錢去洗白，跟住亦都有一啲名流向佢背書，所以佢基本上2008年嗰個認罪之後，對佢係完全冇影響，佢繼續都係生活咗喺名流裏面。咁亦都喺呢一次即係公佈嘅嘢裏面咧，原來即係根本基本上係唔係淨係得哈佛啦，另外仲有啲名校就包括有 MIT 啦。咁佢裏面亦都有啲調查報告出嚟啦。佢呢個 MIT 佢通過裏面其中一個 lab 咧叫 Media Lab 啦，係大家一個互動同埋捐款裏面咧，係令即係佢哋互相個錢銀大家點樣交流之後，令到嗰啲捐款成為一個合理化。即係其實佢已經係黑錢啦，黑黑地㗎嘛，但係佢同呢個 MIT 裏面好多相關人士嘅互動啦，亦都顯示出佢捐錢俾佢啦，係一種權力嘅洗白啦，或者係通過呢啲名流去洗白下，繼續係即係繼續留喺呢一個嘅圈子裏面咯。咁所以就係話其實制度係可以犯錯嘅，但係制度係唔會無端端即係收一啲本身應該係被認為應該都係一個壞人嘅錢啊嘛。但係問題咧，當Epstein 咧好識得利用呢啲學術上啦，即係冠冕堂皇嘅藉口，就係我去支持你一個學術嘅研究，我去支持你一個 project， 我去支持你一個科學上面嘅研究，咁樣無端端就將成佢嗰啲其實係可能普通眼人裏面咧都會覺得係啲污糟嘅錢咧，就變成將呢啲錢變成一個中性咯。咁就再加上因為佢係支持一啲學術啊、科技啊、人類即係社會進步而生死攸關嘅，就將呢個咁嘅關係説成冇害嘅。而家我哋 MIT 橫掂，我哋又有一個咁嘅 project， 我哋又需要錢去扶持去做呢個研究。咁既然 Epstein 佢又有呢個錢，佢捐錢俾我哋，佢跟住佢係完全唔會影響我哋嗰個即係研究嘅結果嚇，佢純粹攞咗錢，咁咪變咗係完全冇害咯。即係咁咪變咗合理化地去用呢個，其實係即係 Epstein 其實佢所有嘅錢都係來歷不明㗎嘛，根本唔知道佢係點樣㗎嘛。咁所以呢個利用呢個頂尖學術啊，或者係呢啲頂尖學界裏面下邊嘅一啲研究機構，從而提供咗呢個 Epstein 一個最強嘅背書，令到佢繼續留喺呢一啲咁嘅上流社會裏面，繼續係即係進入呢個權力核心咯。咁呢個我覺得都幾恐怖。其實即係諗起即係自己都話晒嗰啲咁嘅 faculty， 自己日日可能教書嘅時候，都喺啲學生面前都係話我哋要正義啦，我哋要唔貪污啦，係嘛？即係你永遠都係講一啲好正面嘅睇法，但係實質上其實成個學術機構裡面嘅運作其實。你話係點樣係嘛？咁而家我哋由 Epstein 呢個個案我哋睇到即係最美國基本上全世界咧最頂端嘅兩個學府哈佛同埋 MIT 咧，都係同 Epstein 嘅呢一啲咁嘅關係咧係非常之密切嘅。咁啊當然
Epstein 除咗捐錢俾呢啲學術機構之外咧，其實唔單止係咁嘅，其實佢仲接觸到好多其他嘅一啲譬如學術期刊啦，即係所以媒體嘅出版其實都俾佢即係喺今次呢啲 file 裏面咧都拉埋出嚟。咁即係話由學術頂端嘅學術機構到學術機構下邊嘅一啲周邊嘅一啲研究中心，或者係即係可能係 indirectly 可能同佢一啲嘅交流計劃，跟住去到一啲媒體啊，嗰啲媒體當然唔係我哋講嘅 New York Times 即係呢啲咁嘅大眾媒體啦，係講緊一啲真係好科學性或者好學術性嘅媒體，原來都係同 Epstein 有關。咁你諗下啦，即係呢啲究竟錢捐俾邊個？咁所以今次喺呢一個Epstein 嘅 file 裏面個名單上面咧，好明顯咧，亦都係。只要喺嗰個即係捐俾邊個同嗰個人有關咧，即係譬如香港大學嘅其中嘅校長啦，邱成彤其實都係喺呢啲捐錢裡面嘅名單出現過嘅，因為邱成彤都係俾個 email 俾 Epstein 係問佢攞個錢嚟成立佢自己一個中心，所以你諗下，即係只要係呢一啲咁嘅學術機構，佢哋即使係喺學術上面有幾大嘅名字，係有幾大嘅喺學術上面嘅貢獻，去到錢最後其實佢哋都係即係朋輩為奸咯，都係同一個其實已經係認咗罪，甚至係一個應該係犯人嘅人裏面咧係帶動咗好多嘅關係喺度啦，咁啊呢個即係我覺得即係唯一我上個星期可能係未講到嘅。咁另外一個當然大家我覺得我上個星期都有講到嘅就係佢最後佢個死嗰個問題啦，即係喺監獄裏面究竟點解會發生一個咁嘅事咧？其實真係唔係好明嘅，即係究竟係點解會令到嗰個監獄嗰個保安啊，或者其他嘢完全冇人知啊，跟住點解可以明明有個閉路電視係睇住佢嘅，點解可以去到最後係話就係佢死嗰下就係唔見咗？咁即係呢啲都不可不否認咧，係會令到人覺得喂冇可能喎，呢個肯定係即係人為嘅結果嚟嘅，絕對唔係一個自然嘅自殺事件咯。咁所以Epstein我覺得我就暫時講到咁多先啦嚇，即係如果第日有咩新發展嘅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可再咩咁，但係都係建議大家係可以去睇下Netflix 呢啲嘅關於 Epstein 同埋佢個女朋友嘅呢個嘅嘅紀錄片啦嚇，大家如果想了解多啲嘅話，咁喺而家我剩翻大概9分鐘到啦，喺第一節，我自己咧就如果聽開呢個節目咧，大家都應該知道阿 K 咧其實有一個好核心嘅工作咧，其實我係喺 Hong Kong On Screen 裏面做一個義工嘅。咁Hong Kong On Screen 即係銀幕香港咧，就係喺 LA 成立嘅一個專係放映洛杉磯，即係喺洛杉磯大地區裏面咧放映香港電影嘅。咁但係有時唔係我哋放映嘅咧，咁有其他組織放映咧，咁喺我哋個 Facebook 啦，喺我哋嘅即係其他嘅社交媒體咧，係希望你可以 follow 啦 Hong Kong On Screen， 你就打 Hong Kong 啦 On 啦 ON Screen SCREEN， 咁你都會揾到我哋嘅 Facebook 啦 Twitter 啦X 而家叫 X 同埋 Instagram 嘅，咁你亦都可以去我哋自己個官方網站裏面咧，你就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newsletter。咁 newsletter 咧裏面咧，只要係有一啲即係我覺得值得要推廣俾大家去睇嘅香港電影咧，你都會收到，咁你就唔會錯過喺我哋可以嘅範圍之內咧，可以入到大螢幕裏面咧，係去睇呢個香港電影啦。咁我而家嚟緊，我要主要介紹3部嘅，因為呢3部咧嚟緊喺5月初5月1號同埋3號咧係會放3部啦。第一部必須要介紹嘅咧就係一部叫《董夫人》，咁呢個《董夫人》其實就唔係新片嚟嘅，已經係70年代嘅片，咁亦都係被譽為香港新浪潮嘅始祖級人馬嘅電影嚇。導演係叫唐書璇，已經係應該有80歲㗎啦，我而家冇 check 佢嚇。大家如果識得嘅話，唐書璇係一個非常之著名嘅香港早期新浪潮嘅推動人物，主要推動人物，而且佢係一個女性啦嚇，女性主義即係仲早過許鞍華嘅女導演。咁佢呢一套電影《董夫人》呢係國語嘅，亦都係黑白。咁70年代咁原本質素以前我去睇咧都唔係幾好，不過但係佢而家咧就有個4K 嘅版本，就係香港嘅 M+ 博物館去做嘅。咁所以今次咧喺呢個洛杉磯亞裔電影節我唔知佢中文名點樣譯啊，總之係 LAAPFF 啦嚇。就係 Los Angeles 嘅 Asian American Pacific Islander 咁嘅 Film Festival 之類啦嚇，即係每一年都有好大嘅一個電影節。咁佢今年咧就會喺5月1號嘅夜晚6點到8點咧喺 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Theatre， 咁應該係 West Hollywood 嗰邊嘅，你自己打下。咁嗱，如果你想知道呢一套戲嘅詳情，咁總之咧就係5月1號應該係星期五晚嚟嘅6點到8點喺 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 Theatre 嗰度。
度放映。咁飛呢，就我而家喺呢個電台裏面就冇辦法話俾你聽點樣攞到張飛啦嚇，咁但係希望你可以去我哋嘅 Hong Kong On Screen 嘅 Facebook 啦，嗰度會有條 link 俾你呢，你係撳嗰條 link 入去呢，你就可以自動呢就可以攞張免費嘅門票嚟㗎啦。你 reserve 幾多張都得嘅，咁啊應該好多人去睇嘅，因為其實一早我已經即係做咗呢個即係叫我啲 friend 啊，叫人去睇啦。咁但係而家係應該仲有位嘅，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嗰個機會啦，可以睇翻呢個被譽為香港新浪潮最重要嘅一部開山之作啊，董夫人咁就喺5月1號裏面咧可以睇到個最新嘅修復版 4K restoration 嘅版本嚇，6點到8點嘅 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n Theatre。喺邊度可以揾到條 link？去呢個 Hong Kong On Screen 嘅 Facebook 就可以揾到嗰條 link 㗎啦。咁另一部電影呢，都係喺5月1號嘅同一個嘅緊接住嘅，不過可惜咧就唔係同一間戲院。呢個咧就你要揸車再遠少少去 Landmark Theatre。呢個咧應該係喺 UCLA 附近一個 theatre。佢係8點半到11點咧，係會放映一部其實係咪叫香港電影都好難講。不過但係咧佢裡面個監製咧係江志強，咁即係當然係香港人啦，江老闆啦嚇，佢應該係監製咗好多香港電影噶啦。咁而個導演咧應該大家都唔會唔識㗎啦，就係谷行健治，亦即係九龍城寨嗰個武術指導。咁呢部咧係佢唔單止淨係做呢個武術指導，而且亦都係導演嘅作品嚇。咁個中文名咧叫火遮眼，英文名叫 The Furious。咁一樣都係免費放映嘅，咁你亦都係可以去 Hong Kong On Screen 嗰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可以揾到呢條 link， 跟住你就去 reserve ticket。咁咧就嗰日咧就係5月1號星期五晚嚟嘅，8點半到11點咧就會放映個 The Furious 火遮眼，係由谷行健治即係做導演嘅。咁佢就帶領咗有台灣啦，有其他嘅影星一齊去做嘅。咁江志強係我哋江老闆喺香港嘅一個好出名嘅製片咧，係佢製作嘅。咁啊大家唔好錯過啦嚇！5月1號6點到8點，sorry 係5月1號8點半到11點啊。5月1號喺 Landmark， 應該係喺 UCLA 附近嘅 Landmark Theatre Sunset Auditorium。咁喺嗰度睇，咁都係一樣係免費嘅。最後一部啦，咁啊應該大家應該冇理由咧係去唔到嘅，因為呢一部片咧而家咧應該嗰個即係賣飛嘅程度咧，應該咧就已經賣晒㗎啦。不過但係咧聽講咧就係你仲可以去到現場 walk in 嘅。如果因為好多人 reserve 咗，可能但係到時都唔出現㗎嘛，咁佢就未必即係唔俾你入嘅。咁所以咧而家咧就已經賣晒㗎啦嚇，場次已經滿晒 reserve 都應該冇 reserve 啊。咁呢套係一個咩咧？呢套就係早前咧喺香港都好多聲音，好多人講嘅一套動畫片，叫做《世愛》。咁咧《世愛》個導演咧就係吳啟中啦，係佢第一部嘅長片嚟嘅。不過但係反應喺香港非常之好，片房亦都非常之好，咁啊應該好多討論嘅。咁大家只要咧喺網上咧就咁打世愛，世愛咧就世界個世啦，愛就外部嘅世界。咁所以個英文名咧叫 Another World。咁咧就會喺5月3號6點到8點3喺 AMC Atlantic 嗰度放映。咁大家都好熟悉呢個 AMC Atlantic 呢間戲院㗎啦。咁所以咧點解喺呢一場裏面嗰個而家個賣飛情況咧已經係滿晒 sold out。咁但係應該係有 walk in 嘅。咁所以你記住個時間啦，5月3號夜晚6點到8點3隨時 ready 咧，係應該會有得入嘅。因為通常呢啲 reserve ticket 咧都係點講啊？有1/3嘅人咧係可能最後唔會去嘅。咁所以佢哋主辦單位咧而家係有叫 rush line 嘅。rush line 嘅意思咧就係話佢 reserve ticket 滿咗，但係咧你係可以繼續去排隊嘅。到時你會有 standby ticket 咧係可以俾你嘅。咁所以你哋可以到時5月3號啦，應該係我睇下先。5月3號應該係禮拜日嚟嘅。咁係啦，禮拜日嚟嘅。咁晏晝嘅6點到8點半，你
喺 AMC Atlantic。咁大家不妨，如果你仲未訂位嘅話，不妨呢係可以去即係 stand by 咯，隨時可能仲有機會睇嘅。咁所以呢，我喺呢度最後就講咗3部片啊，嗱，世外啦喺 AMC Atlantic 5月3號咧就已經賣晒飛，不過仲應該有 stand by。另外2部電影呢都係同香港有關係嘅，我都係推薦大家去睇。一部呢係叫做《火遮眼》，係由谷行健治做導演嘅；另一部呢就係我哋一個好老資格嘅女性導演啊，叫唐書璇嘅作品，叫做《董夫人》The Arch。咁呢就會係5月1號 Director Guild American Theatre 5月1號喺嗰度放映啦。一樣啦，你係第一，你當然你係可以去呢個 Los Angeles Asian Pacific Film Festival， 即係 LAAPFF 啦嚇 ，Los Angeles Asian Pacific Film Festival 嗰度去揾呢部電影，即係你就打 The Arch The 啦 THEARCH， 咁喺嗰度咧應該都會揾到嗰個訂飛嘅嗰個 link 嘅。如果你唔去呢個LAAPFF 嗰度揾咧，你就可以去香港 On Screen 嘅 Facebook 咧，嗰度都係有呢條 link。咁另一部嗱就董夫人同埋呢個火遮眼，都希望你哋可以入場去支持呢個香港電影。好，咁講第一節講到呢度先，下一節翻嚟再講其他香港電影。同你一齊品味時事，陶醉於奇幻嘅影畫世界。K 記冰室，貫通東西南北，拆解世界格局。主持人阿 K。好，嚟到第2節嘅 K 記冰室，咁今日咧都不得不講一樣嘢咧，就一定係要講個電影金像獎嘅，因為上個禮拜頒完啦嚇，嗱咁好老實講，阿 K 係冇睇過成個頒獎典禮嘅，咁我而家所講嘅嘢咧，全部都係只可以講話係我喺個新聞媒體裏面得到嘅一啲得獎名單，咁而部分應該都唔係部分，大部分所謂攞獎嘅電影咧，我都睇過嘅。咁嗱，先講下一啲叫做即係唔係咁多人注意嘅獎啦，譬如嗰啲終身成就獎同埋專業精神獎啦，朱家欣、姚文儀啦，咁K 其實都唔識佢哋啦，我而家亦都冇乜時間去做，咁不如講下其他所謂嘅最佳乜最佳咩啦嚇，譬如最佳原唱電影歌曲啦，係華富1號啦，再見 F.O. 咁好明顯睇到呢一個嘅歌名咧，應該都係同華富村有關係。咁華富村咧，咁即係同香港屋邨有關係啦。咁香港屋邨咧，唔知道有幾多聽眾咧係喺屋邨長大出嚟㗎。咁屋邨嘅文化咧，睇香港嘅文化嚟講咧，都算係一景嚟嘅。而家其實大家咧都會有一個身份嘅認同咧，就話喂，我係公屋仔出嚟㗎，我屋邨長大嘅咁如果大家我嘅聽眾如果你係香港人而亦都真係屋邨大嘅話咧，咁咧就我介紹你睇一本書因為我近期睇完嘅一本書叫做香港公屋啊。咁佢講咩嘅咧？其實就係講佢個作者咧，佢自己咧係走訪咗即係香港嘅所有屋邨。係咪好犀利啊？咁佢走訪咗香港所有嘅屋邨，佢走遍咗幾多？係250條村啊！總共佢話佢自己咁個作者咧，其實都係好出名嘅一個香港嘅知識分子嚟㗎啦，文青梁啟智。咁佢個書名咧叫應該係公屋香港定香港高屋啦嚇，我都唔知，應該係叫香港公屋啦嚇。咁個副題叫做方格子嘅吶喊。方格子即係話嗰啲公屋間單位都好細，好整齊咁即係一式一樣噶嘛。咁喺裡面嘅吶喊啦，即係我覺得都係用呢個魯迅先生嘅嗰個佢嗰個故仔啦嚇，嗰個短篇故事咧，中篇小説啦，嚟講出即係嗰個對於生活嘅嗰種艱辛或者對社會嘅控訴啦嚇。咁但係呢本書好睇在於咧，即係嗱，阿 K 老實講，我就唔係屋邨大嘅，咁但係咧，我雖然係自住呢個私人屋苑，但係喺我嘅私人屋苑附近咧都係屋邨。咁再加上我由小學開始讀呢個官立學校，官立學校就係喺一間嘅即係一個大型屋邨啦嚇。我係香港島嘅官立小學啦。咁嗰個屋邨咧應該都大家好出名，應該一定識嘅健康村模範里嗰邊咧。咁所以行到翻屋企，行到翻學，一直都係一定經過啲屋邨，一定即係仲要即係專登唔行
大路行英皇道嗰邊村咧，要行入去裏面啲屋村嗰度咧，好似稍微有條捷徑，好似條路短啲。咁所以呢啲雖然唔係住喺屋村，但係咧就一直喺屋村間嘅路行走。咁另外咧就係阿 K 亦都有學鋼琴，咁啊鋼琴個老師咧就住喺北角村嘅，咁北角村而家冇咗啦，咁所以我喺我好多嘅年份裏面咧，都係經常去北角村嚇，個禮拜都係去北角村。北角村以前嘅隔離就係一個巴士總站，咁呢啲我都係我嘅童年回憶。咁而家基本上都係冇晒㗎啦，即係而家嗰度北角村已經變成咗豪宅啦。咁所以就介紹大家可以去睇呢本書嚇。咁啊其實題外話嚟㗎嚇，因為我只不過係睇到佢得獎作品呢個嘅華富1號嚇，一定係同華富村有關。咁所以大家可以揾梁啟智博士呢一本書嚟睇下，嚟回憶下大家對於香港嘅屋村嘅回憶。咁另外就係呢個最佳原創電影音樂啦嚇，坂本龍一嚇，基本上我覺得都有少少奇怪。坂本龍一第一佢已經去世咗，第二以佢咁嘅明星嚇，世界嘅知名度，其實仲需唔需要香港電影金像獎要頒一個獎嚟 endorse 佢呢？我就覺得有少少多咗嚇。咁但係呢部得獎嘅電影就係《風林山火》啦嚇，咁唔知道有冇聽眾已經睇咗？咁阿 K 亦都睇咗，喺美國係冇正式上映嘅，不過但係應該大家有途徑咧係可以去睇到。咁呢個風林山火咧，佢被提名非常之多項嘅提名啦嚇，最後攞獎亦都係成為大贏家啦。嗱，咁佢除咗攞最佳原創電影音樂之後咧，係攞埋呢個視覺效果啦，另外亦都攞咗音響效果啦，跟住亦都攞咗最佳嘅服裝造型設計啦。跟住仲有就最佳剪接啦，同埋最佳美術指導啦，同埋最佳攝影啦。咁仲有一個獎咧，就係最佳男配角。咁好奇怪，呢個最佳男配角杜德偉咧，其實我一啲都唔記得佢喺裏面做過啲乜嘢。雖然我睇過部戲，咁因為部戲咧實在我係覺得係唔單止係用差嘅字嚟形容，而且係我覺得真係睇到一個有錢人啦嚇，當然有錢仔，我哋嘅麥浚龍先生佢點樣去大手筆地去，即係用你睇下佢攞晒啲所謂嘅技術獎項嚇，即係有音響效果又掂，視覺效果又掂，呢個剪接又掂，攝影又掂，美術指導都係佢嘅話，你可想而知佢係抌幾多本去營造佢所謂嘅電影美學咯。咁但係個古仔實在太差嚇，啲主角係主角男主角女主角都一堆啦嚇，裏面其中當然有金城武啦，咁但係亦都係唔知佢喺度做緊乜嘅，咁所以呢部片咧係攞晒，基本上係橫掃晒所有呢啲咁嘅技術獎項，除咗最佳男配角，但係我係完全唔記得杜德偉喺裏面係做過啲咩角色嘅，所以係唔敢評價下，真係我真係因為一啲都唔記得。好啦，咁除咗一個風林山火基本上係大贏家之外咧，另一個我想講嘅咧就係捕風捉影嚇。嗱，捕風捉影咧就應該係攞咗2個獎項嘅。第一個咧就係呢個最佳動作設計，咁最佳動作設計咧嗰個叫蘇杭啦，咁都好明顯知道佢咧應該係成家班嘅第2代或者第3代啦嚇，我都唔知佢係第幾代，總之應該都係跟成龍揾食嘅一啲新啲嘅武指啦，咁都戥佢開心嘅，即係起碼即係有接班人啦嚇，雖然未必係一個香港人，因為睇個名睇嚟就唔似係香港人。咁另外咧，亦都最佳男主角梁家輝咧就攞埋呢個男主角啦。咁如果大家阿 K 嘅聽眾嚇，如果你有興趣想知道阿 K 覺得捕風捉影呢部戲係點呢？咁捕風捉影呢，我係曾經喺今年2026年嘅1月嘅10號嗰一集呢，即係K 記冰室嘅第130集呢，係講過捕風捉影嘅。咁我嗰個主題捕風捉影呢，其實佢係改編自杜琪峰一部片，唔係杜琪峰嚇，係即係杜琪峰班底銀河影像嘅班底裏面嘅跟蹤嘅電影嘅。咁但係我對於捕風捉影嘅評價就唔高嘅，因為我始終我都覺得原本嗰個原作係即係用嗰個電影鏡頭畫面咧嚟營造嗰個跟蹤咧係即係嗰個效果係勝於佢嘅新作。咁但係當然新作咧係好多人都稱讚咧，就係話佢個動作設計其實基本上就剪接啦嚇，剪接係相當之快，個速度相當之快。咁可能即係而家嘅當世代嘅電影影評咧，可能佢哋都中意呢啲咁嘅唰聲嘅一啲咁嘅剪片嘅速度嚇。反而我自己即係就麻麻地嚇，即係我覺得咧而家好似流行2樣嘢嘅，即係電影嘅製作嚇，通常得到好多啲影迷中意咧。一係咧就一種長鏡頭嘅意思，即係一直都唔剪嚇，總之就擺個機喺度，跟住啲演員咧就喺你面前演咁
就好似類似一個舞台劇咁。總之個鏡頭就擺喺度，啲演員咧就係咁樣，即係總之個鏡頭一路追住佢哋去演。咁啊，呢個長鏡頭我一來應該上年啊，係嘛？上年係咯，上年我應該講過一部 Netflix 嘅電視劇迷你影劇啦，應該係 Adolescent， 即係講青春期嘅個男仔喺英國嘅一個片集，都係相當之轟動嘅，係好難睇。佢就一鏡到底，成集都係一鏡到底咁樣去拍俾你睇一個故仔。另外，我最近睇咗喺 Apple Plus TV 呢個 Studios 啦，非常之好睇。大家如果對電影有興趣，電影製作有興趣咧，呢套戲裏面都可以睇到荷里活嘅一啲生態嘅。佢裏面咧都係大量地運用呢啲一鏡到底嘅鏡頭。其實我自己，如果你聽翻我上個禮拜，即係唔係上個禮拜，即係上年啊，去講一個 Adolescence 嘅時候，嗰種一鏡到底嘅唔好之處咧，其實我都係仍然覺得咧，即係一鏡到底有佢嘅好，但係而家我覺得係濫用啊！而家即係啲藝術家，所謂藝術家 artist 啲導演啊，或者唔知咩啦嚇，我覺得佢哋濫用，好似覺得係一個佢哋嘅 style， 或者佢哋就係要表現一種咁嘅連貫性，或者係佢哋成日都覺得話啊，而家要讓呢個觀眾咧融入佢哋嘅世界，咁佢覺得一鏡到底咧係最容易可以令到佢哋融入佢哋嗰個電影世界。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係睇到我暈陀陀，即係睇到好辛苦，一鏡到底其實係有適量嘅剪接咧，係即係等於一個呼吸位嚟噶嘛。你冇剪接，你係要咁樣一鏡做到落去咧，其實睇你嘅其實基本上就睇舞台劇，你係即係冇唞氣嘅。即係睇電影同睇舞台劇唔同嘅就係導演係會安排到一個喘息位俾我哋唞氣。觀眾我哋坐喺張凳度，唞唞先，可以回味一下咁樣，就唔係你睇嗰個話劇咁，你一路要追住咁。咁所以嗰個觀影嗰個經驗應該係好唔同先係，即係你同真人唔同。我真人因為我望佢喺個台上做嘅時候，我隻眼去望去側邊睇下嗰啲擺設品啊之類，但係呢啲電視你限死咗我個框就個框㗎嘛，咁所以即係照搬一個呢個叫咩啊？即係戲劇嘅方式擺上電影咧，我自己唔中意嘅嚇。咁所以大家亦都可以揾翻我以前我講嘅 Adolescent 嗰一鏡到底。咁佢而家呢一個捕風捉影咧，就啱啱相反，就即係另一種而家好時尚嘅，即係除咗一鏡到底，另一個好時尚嘅咧就係啱啱相反啦，就係要將啲鏡頭剪到好碎好快。即係譬如我打一拳過去，以前咧即係我哋睇嗰啲武打片咧係慢鏡咁樣俾你睇住姜大衛點樣抽入去佢嗰個頭，好似譬如嗰啲獨臂刀啊，即係慢慢咁樣將你俾你睇噶嘛，係咪？而家唔係啊，而家係基本上唔俾你睇。總之你一開始你淨係睇到佢起拳，跟住中間剪咗，跟住下一個鏡頭已經係即刻入到你個面嗰度，就啪一聲拍落去，跟住好大聲，跟住再加埋啲效果，跟住個人就跌低咁。即係你係睇唔到嗰個成個嗰個 process 啊。而家個剪就係興咁樣，就係好短，就係起拳打中跌低，跟住就係咁啦，咁就完咗啦。咁可能而家嘅觀眾係即係已經 get 到咯，但係以前我哋睇咧就係起拳，跟住喺個空氣度漂浮，慢慢跟住再打入去接觸到個面，跟住再喺嗰度用力咁樣打落去，跟住嗰個對手有個反應好痛，即刻有個好痛嘅面部表情，跟住個面擰開，跟住慢慢再轉一轉，跟住再跌落地下，即係好細緻成個過程咧係截俾你睇到，但係而家係睇唔到嘅，即係而家啲新嗰片，咁呢個捕風捉影咧就 exactly 就係咁樣行，就係佢好多呢啲用好快嘅剪接咧，令到成部戲咧好似佢個進度咧好急啊，好快咁樣去，咁啊，所以變咗我覺得剪得好碎咯，同埋其實睇得好疲勞，即係佢因為佢個畫面唔係咁簡單，話淨係打一拳過去嘛，佢個畫面其實係有好多資訊喺裡面嘅，但係基本上佢剪晒咧係 catch 唔到，所以我覺得又係睇到我好攰嘅一部電影嚟嘅，所以我覺得都可以聽下啦。總之130應該係 K 記冰室第130集，喺1月10號嘅時候我講過避風捉影。咁當然亦都恭賀梁家輝嘅係嘛，佢其實都唔係第一次攞影帝啦。咁有傳媒報道話佢已經第5次攞影帝，咁我就去查一查佢究竟係邊5次啦嚇。原來咧就係佢喺誰念聽證啦，1984年嘅92年嘅黑玫瑰對黑玫瑰啦，黑社會寒戰同埋捕風捉影。咁好即係幸運地，原來佢5部得獎嘅電影啦，我都係有睇過。咁其實我從來都係好喜歡梁家輝嘅，即係除咗佢政治立場之外，佢做戲係得嘅。
咁亦都係真係一個非常之優秀嘅演員，咁所以我都恭喜佢。咁啊，除咗呢個呢，就另外仲有啲女士得獎啦嚇，一個就係最佳新演員啦，女孩批評法，呢個我就未睇，我亦都唔識得呢個演員鄧圖係邊個，所以未可以同大家講。另一個新晉導演呢，就舒淇嚇，咁啊舒淇，我覺得呢個女孩呢部電影呢，可能我下個星期會講一講，因為阿 K 係睇咗，亦都係好值得講。咁啊舒淇都唔需要我多介紹啦，我相信大家聽眾都知道佢係邊個噶啦。咁啊由一個3級片嘅脫星，先講係佢係一個色情電影嘅女星，去到香港拍3級片嘅女星，跟住再慢慢着，咁即係一件衫着翻起嚟，成為一個真正嘅香港明星，由香港明星再發展到國際電影明星啦。其實佢國際聲譽都好好，跟住再翻去台灣咧，同呢個侯孝賢拍咗，基本上係侯孝賢後來嘅作品嘅指定女主角啦。拍咗好幾部嘅相當之高質素嘅藝術電影啦，咁啊到最後佢自己成為導演，咁我覺得呢條路行落去咧都令到我覺得好正面啊嚇，即係都係好鼓勵性嘅，所以我覺得舒淇女孩呢部電影係可以值得講講，所以下個星期可以講講，咁啊亦都恭喜佢，我自己睇到亦都好開心。咁啊另外就仲有廖子瑜啦嚇，嗱廖子瑜像我這樣的愛情咧，阿 K 係睇咗呢部電影嘅，咁部電影係都係好似即係之前杜琪峰嘅杜 Sir 話齋，而家啲香港電影都係鏗鏘集類型啊，即係都係得關心一啲小眾嘅議題啦。咁係咪好睇啦？我覺得個電影唔係好睇，即係唔係一部好優秀嘅電影，但係個題材係好新穎。咁等於杜 Sir 話齋，真係如果呢一啲咁嘅電影，呢啲咁嘅咧，其實以前咧就咁喺鏗鏘集咧裏面可能就夠噶啦，其實真係唔需要花幾百萬嚟拍一部電影。咁裡面係講咩嘅呢？像我這樣的愛情，其實就講一個應該係傷殘人士咧，叫傻。但係你傷殘人士係好多種類型噶嘛。咁廖子瑜喺裏面飾演裏面嘅角色就係佢細個出世嘅時候呢，因為呢個肚臍嗰條帶纏住，所以令到佢腦部發育有啲阻滯，咁講嘢咧就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咁樣即係清楚啦。咁同埋另外佢下半身咧係喐唔到嘅，咁但係佢其他智力啊同埋佢身體上面嘅發展咧係完全正常。咁所以佢唔係一個低能，唔係一個即係嗰啲即係 delay development 嗰啲人嚟嘅，唔係發展遲緩嘅，佢完全係正常。咁而且佢仲有啲天分嘅，就係畫畫天分。咁所以佢即使佢行動唔係好方便啦，要坐輪椅啦，但係佢係可以自己叫做可以維生嘅，因為佢畫咗畫之後咧，佢可以賣畫之後賺到啲錢。咁賺到啲錢之後，佢自己做咩咧？咁佢因為一個傷殘人士，咁佢亦都有一個好錫佢嘅媽媽啦。媽媽裏面呢個角色，我覺得我睇到我好驚訝嘅，因為做佢媽媽嗰個係呢個叫咩做像以前即係春天嗰個嘅女主角劉雅麗，聽講佢而家應該移民咗去加拿大。咁佢當然老咗好多啦，咁但係佢做戲仍然係非常之好。我自己好喜歡佢，以前我已經即係春天有個約會嘅時候，我已經好中意佢啦。咁結果喺呢套戲裏面睇到佢做廖子瑜嘅媽媽，所以套戲我整體嚟講我係喜歡嘅，但係只不過真係電影就係即係鏗鏘集嘅嗰種關心香港社會議題咯。咁所以廖子瑜佢係一個傷殘人士，佢自己可以賺到錢。咁賺到錢之後，佢自己原來身體上面咧、生理上面咧係有佢嘅需要嘅，就係性需要。咁但係因為佢係個傷殘人士啦，咁佢好難揾到男朋友啦。即使可能揾男朋友，可能都係揾到另一個都係同佢一樣咁嘅傷殘人士啦。咁但係就有一啲義工咧，原來成立咗個組織咧，就專係幫呢啲傷殘人士咧去揾一啲佢唔係幫佢揾伴侶，其實純粹係幫佢揾一個男人即係喺呢個角色裏面就係因為你主要係女士啦，咁幫佢揾一個男士咧，係可以同佢即係發生一啲咁嘅性關係，但係純粹係滿足佢嗰個生理需要，而唔係真係要發展成為一種愛情。咁當然個電影就講到廖子瑜因為接觸咗呢個男人之後咧，呢個男性之後咧，其實佢就慢慢喜歡咗佢，咁所以套電影咧就叫像我這樣的愛情。咁的確咧，廖子瑜喺裏面嘅表現係非常之好嘅，亦都真係將一個角色咧係表現到出嚟嗰種痛啦、愛啦、嗰種即係無奈啦，
係好表現到出嚟，同埋佢裡面咧所講即係講話咧，唔係一個正常我哋用我哋正常嘅聲線，佢係要講到係嗰種即係有啲傷殘人士講嘢口齒不清咁樣去講。咁呢啲角色都係度身訂造㗎啦。咁我記得我以前講過電影咧，都係話即係呢啲要逼住你攞獎嘅電影，真係要去好努力去演嘅電影咧，係特別容易攞獎嘅。但係反而嗰啲電影咧係好一個好現實嘅，純粹就係講一個女性角色，但係呢個女性角色就係即係譬如有人講過上年攞最佳女主角嘅，佢喺裏面部電影其實佢唔係一個傷殘人士，亦都唔係一個小眾人物啦，但係佢就通過佢嗰個角色咧，慢慢咁樣去即係唔同嘅層次講出佢同阿黃子華同埋許冠文之間嘅嗰個感情，同埋佢哋嗰個進展，同埋之間即係家庭嗰個決裂，咁慢慢去飾演啦。咁所以韋斯亞佢上年攞最佳女主角咧，係好多人都即係認定佢嗰啲先至係叫即係真正嘅表演啦。咁而廖子妤啊，或者係另外上年咧，其實有另一部片係講即係個大肚媽媽或者係新生媽媽嘅，其實都係好有機會攞即係最佳女主角。咁但係都係一樣啦，即係社會性議題下，你逼住個女演員去演，佢一定演得好。佢真係因為有嘢真係要演啊嘛，真係去扮啊嘛。咁所以廖子妤都係咁樣咯，即係因為佢個角色設定就係佢係一個傷殘人士，咁所以佢必定係要去演。咁當然佢嘅演技係好咯嚇，咁所以我都恭喜佢嘅。同埋佢以一個馬來西亞嚟到香港一個咁異鄉嘅地方嚇，之前亦都奮鬥過。咁我亦都睇咗佢最早期嘅一部作品咧，叫《同班同學》啦。佢裡面咧係有裸露鏡頭，即係佢都為過犧牲嘅，即係啱啱未出名之前都咁，但係都做得好嘅，即係佢都好亮眼，同埋一個好專業嘅演員咯。好啦，咁除咗其他獎項咧，就係再見 UFO。咁阿 K 喺度就的確真係冇乜嘢好講，因為我係未睇過嘅。咁最佳電影啦，攞咗最佳導演梁柏堅啦，咁同埋衛詩雅咧，亦都再攞埋女配角。咁所以衛詩雅咧都幾難得嘅，一係唔攞獎嚇，一攞獎咧就連續2年咧，一個攞咗最佳女主角，另一個攞咗最佳女配角。不過但係我睇咗有啲訪問咧，就話佢攞咗最佳女主角，即係上年攞咗最佳即係破地獄啊，攞咗最佳女主角之後咧，係完全冇片拍嘅。咁今年咧再攞埋呢個最佳女配角嚟，呢個再見 UFO 咧唔係舊年或者係前年拍嘅，係7年前咧已經拍好嘅作品嚟㗎啦。咁即係而家指嘅係即係都市傳說啦嚇，所以喺呢個名單裏面咧，其實風林山火都係都市傳說嚟嘅。另一個尋秦記亦都係都市傳說嚟嘅。咁尋秦記就一個獎都冇攞到啦嚇，就一啲都唔可惜嘅。其實佢真係唔應該攞獎啦嚇，當然。咁所以衛詩雅唔知佢點啦嚇，再攞埋最佳女配角係咪都係繼續係冇電影拍呢？真係唔知。好，咁今日講到咁多先，下個星期阿基翻嚟再同大家傾過。好啦，祝大家即係有個好愉快嘅 weekend，拜拜。